咧非常之榮幸啦，可以邀請到我哋嘅 Tony Sir， 我哋嘅香港嘅驗樓師協會嘅會長啦，同埋我哋嘅卓總嘅 Tony Sir 啦。咁其實驗樓師嚟深圳呢邊搞活動嘅一個初衷嘅意義係咩咧？香港驗樓師學會咧就係一家喺香港成立嘅專業嘅學會，所有嘅成員咧、創會成員咧都係香港嘅專業人士。咁而我哋搞呢個會嘅目的咧就係培養香港嘅人才上嚟大灣區咧都可以喺香港做嘅樓宇檢測。香港同大灣區個關係越嚟越密切，好多香港人也好，澳門人也好，諗過要嚟呢個大灣區置業。係咧，之前嗰幾年咧，常常有個問題就係話咧，佢哋唔知道呢度嘅收樓標準係乜嘢嘢，或者係買咗之後先至發覺同佢收樓嘅時候，同佢嘅心目中嘅要求有標準有啲偏差，加上咧。國內有好多優質嘅發展商，但係點樣將佢哋嗰個樓盤同佢嘅買家，例如香港啊、澳門啊或者高端嘅客戶啊接軌呢？就學會呢，就喺嗰個教育方面啦，出一個文獻方面啦，去幫人哋驗樓。你又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嘅優質嘅樓盤嘅話呢，這樣呢就增加咗個買家個信心。港車北上喺珠海，我哋碰到幾個國企想將呢個規範化，令到有規範嘅樓盤咧可以突出咗佢嘅優越性。我亦都希望我哋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可以令到成個業界嗰個標準可以有一個方向去提升，即係相輔相成啦。係啊，對於卓總嘅話，你又點樣去睇同香港一啲業界之間嘅合作咧？而家有呢個業會咧，其實都可以俾到好多依家買樓嘅買家比較安心嘅即係個服務。因為你收樓嗰陣咧，因為經歷過有啲客戶係會自己唔知道邊啲係個標準喺度。如果身邊有個比較專業嘅啲驗品師，就同我俾啲意見嘅，呢個標準得唔得啊？或者呢啲交流嘅設施各方面啊，即係有個專業人俾啲意見，可能佢收樓嗰陣都要安心好多。因為依家其實即係買樓置業呢啲係人生一件頭大事嚟嘅。希望可以講到我使嘅呢一嚿錢，我可以得到一個我想要嘅品質。係會嘅。隨住我哋大灣區個融合咧都好緊密啦，而家咁通常咧係作為一個驗樓師個，你係點樣去睇到我哋大灣區嘅建築嘅呢一個質量有啲咩變化咧？你同香港嚟比嘅話咧，有啲咩？嗱，以前最早嘅時候，國內有國內嘅標準，香港有香港標準啦。香港嘅標準咧就比較貼近國際標準嘅，因為香港係一個外放型嘅城市啦。喺20幾年中間咧，喺內地咧，香港過去嘅無論設計師啊，或者係建築啊、教授啊，佢都上咗嚟內地，就貢獻咗佢哋啲想法。呢個樓盤咁樣咧，佢哋都請咗香港嘅知名number one 嘅設計師。其實咧，你揾到呢啲設計師咧，佢喺個圖紙或者喺個設計上面咧，已經係潛移默化咗咧，就將某一啲標準咧，就提咗上嚟㗎啦。而家咧就最緊要咧，就要落實到去施工嗰度，點樣令到落實施工度咧，就輪到驗樓師出場啦。你係咪真係按照嗰個設計師嗰個標準去完工？好啦，如果老闆收唔到咁嘅嘢，買樓嘅消費者嚟，咁佢又係咪可以收到佢想要嘅嘢先？呢個就而家就要將呢個缺口填補埋咧，非常之接近呢個香港標準㗎啦。我發現咧，今日喺羅湖口岸咧，到我哋嘅呢個項目嘅話，就唔到10分鐘嘅時間，就真係一個口岸物業嚟嘅。咁個項目有冇話特別針對我哋香港朋友，有一啲咩特別嘅產品或者係服務上面嘅一啲？我哋小欣匯金廣場咧，呢個樓盤咧本身就喺個羅湖口岸附近飲業，即係你喺羅湖口岸嗰邊咧行過嚟咧，我哋差唔多10分鐘就可以到。如果係坐地鐵嘅話，得一個站。我哋呢個樓盤咧，其實都係好多香港人嘅朋友喺我哋呢度買咗樓嘅。佢主要嘅產品咧都係比較即係啱香港戶嘅啲心水，因為我哋有啲51到50幾、55度嘅兩房嘅單位，因為嗰啲總價咧比起香港嘅房價係比較平靚正嘅，200幾萬到300萬之間嘅人民幣，我就可以買到差唔多我哋建築面積51至60幾平方嗰啲兩房嘅單位。我哋依家賣嗰啲單位全部都係高區嗰啲單位，30幾樓到40幾樓嗰啲單位，佢嘅景觀效果各方面都係非常之靚噶啦。而且我哋都係用嘅大米精裝修，喺我哋精裝修嘅標準咧，基本上除咗床啊同梳化要業主自己買，其他嘅設施、空調啊、冰箱啊呢啲家電，我哋基本上全部都配埋噶啦。業主咧基本上咧買到
本咧都係建樓，我哋請嘅設計師制嘅標準比較高啲嘅，但係我哋落實落嚟嘅施工嘅標準客戶入到嚟之後咧，佢其實都可以見得到我哋依家嘅會所嘅配套、大堂嘅配套，我哋電梯呢啲配套，全部都係按照比較高嘅標準去做得到噶啦。譬如我哋樓下咧有3條嘅地鐵線，我哋係個地鐵嘅上蓋嘅物業啊嘛，對於好多香港嘅朋友過嚟呢度買，平時嘅出行嘅交通係比較方便嘅，性價比啊各方面啊又比較高啲，好多就香港嗰啲朋友就中意過嚟買我哋呢邊嘅樓噶啦。所以就總結翻落嚟，可能香港人置入我哋嘅呢個項目或者睇重可能就係一個交通啦、配套啦、表啦、景觀啦，係平寧靜啊。其實咧，我哋今日呢一場活動咧，非常之多謝 Tony 嘅加入啦，將我哋嘅一啲建築嘅收樓標準咧標準化，都係令更多嘅朋友可以知道，其實我哋嘅小音呢個項目都唔係話畫大餅嗰啲啦，真係就即見即所得嘅。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呢個項目有啲咩興趣啦，或者點樣都歡迎翻俾我哋嘅訪談度呢度咯。